真的蛮多的，是渔业的废弃物，还有生活的废弃物。这3年中，所有在净滩，先去感觉一下，它是塑胶类的吗？那一种声音是塑胶类的吗？还是金属类的？ 2005年，我做的讲是年年去澎湖，盼海洋废弃物是酿做下，将酿唔是唯一，咁正是重要的理念。空多料理度，度酿海废运海洋的高长度，直到一家没有听到大海。 我係廖永權，大家人係愛睇的。有人講愛用食物寫詩，有人係愛食物藝術家。愛用食物來描寫對事情的感受，體驗人老人的關係。 係講有人因為愛嘅料理感動到，佢係愛做廚師最大嘅滿足。禮拜我對廚師專做旅行人，去到大隻國條，用料理來記錄旅程。愛老旅行變做一品菜。 澎湖人老海係分唔開嘅，是從逐年都有現做嘅一籃又一籃嘅貨，都是從來來去去，只老比輕表一擔又一擔，來買嘅人，群來唔會少。其實200多年來，全球海洋資源越來越冇咧，我嘅朋友當地大海嘅媒體。 去到澎湖推廣食物教育，佢老是從專做海洋博物館，一家做拖拉人員，帶領遊客行入真正嘅世界。嗨，嘉龙。早安。早安，早安。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算是第一次深入的要给你认识，一起逛鱼市场。所以嘉龙现在这个时间算是晚了吗？我们通常夏天的话会当大概5点半的时候。5点半。对。嘉龙这个工作就是你现在每天日常的工作。对，就是早上的时候会带大家来逛鱼市场。鱼市场是一个有点缩影，有点像是一个教室，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看到澎湖这个海域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鱼，然后我们会偏向用比较生态一点的方式去认识它们。下午、马告、石板、风干，加用一公布爱地，爱都市冲突是看到的也是种实体图感。 那这一区跟那一区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捕鱼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控制说我要抓到什么样的鱼，所以只要非目标鱼种，它就会变成是混货。他可能觉得这个鱼没有价值，他也不一定会去保冰啊，它鲜度比较差，所以它可能一上岸之后变成是没有办法人食用的鱼，它就会直接拿去当成饲料。
喂那些养殖鱼。然后这边就是准备要去，对，当饲料的。对，当饲料，其实是可以带回去，只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永续，因为它都被抓上来了。然后如果人可以吃它，也是一种可以妥善用它的方式。对。这感觉猫咪很爱。对，在鱼市场的猫咪超幸福的。是小管的季节，这其实是生鲜的小管，然后会有煮熟的小管，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小管它可能是熟掉的，表皮上，对，它其实都还一直对，像这种就是回去切一切就是生鱼片了。来，你手下去，走下去，哎，他会牵你的手，跟你一起上来。真的吗？哎，真的来啊！啊，你看多滑的嘞，你看掉的嘞，一只一只掉的嘞。是怎样？整条吃的，是这样。那你有这样吃过吗？有，我很喜欢吃，而且很适合当早餐。很适合当早餐。早餐。就是因为鱼市场这样买了，然后就可以早餐可以加菜。所以我现在刚好这个时间也是吃早餐的时候。对，很，因为它是在船上一捕上来，然后就直接煮熟了。真的，刚才这样吃起来，就像你说的，就很鲜甜。然后其实它也没有调味，它本身风味就很它的海里的那个鲜味。现做的海产又吉刺又吉听，上市的。不过，食安样的sản phụ教没食得，加上动转也嘅老爱讲，胖虎系sản phụ较多，sản phụ特别多。用探究者嘅角度来看，是系食材题，师傅立场适度无下难。虽然爱系厨师，不过对食材嘅理解冇用到安油。经过了解嘅讨论，爱对业有新嘅看法。食鱼教育其实是在澎湖的话，就是澎湖人跟这个海洋相处的方式，因为靠海吃海，澎湖人几乎3餐都会有鱼。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想要推广的，除了是鱼从海里面到整个餐桌的历程，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可以更珍惜盘子里面的那只鱼，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生命，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生命教育，就是你在吃它之前，希望可以再多认识它一点，享用它，然后不要浪费食物。来澎湖冻豆白咧，也是挑一排用土烂去观察市场，加上大家爱去认识的名嘅，就老人享受享用，佢的名将会有新嘅发展。大帮掠到天天的去了解，也什么处处嘅想法。嘉龙，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室？对啊，是一间三合院。对，我们会在这边晒鱼干。然后这个空间我们平常会做一些标本，然后现在伙伴正在对标本的建种。然后我们这边有养了2颗海胆，然后希望它在9月之后可以把它放回海里。然后室内空间要拖鞋。里面的话，我们有一个小村子书房，是一些海洋主题的选书，然后就是有一些书籍以外，有一些我们自有商品跟一些文创商品，对，在这个地方。哇，嘉龙，那为什么你们叫年年有春？我们年年有春的这个春其实是康氏马家春，然后它就是土托的意思，然后我们希望澎湖可以年年无春，然后年年有余，对，那年年有土托。这个空间的话是一个小厨房，然后平常可以在这边有一些海鲜料理的体验。刚刚煮完鱼，所以伙伴正在清理。所以这里有一些食鱼的体验。对。
来澎湖，我觉得是一个缘分。然后那时候是做跟海废相关的工作，就是希望海里面垃圾可以减少一点。就发现觉得在澎湖比较大的环境议题，其实都离不开渔业。后来虽然离开之前的那个基金会，但我其实还是很想要在澎湖做比较偏海洋保育相关的事情，然后才选了食鱼这个切入点。哇，嘉龙这好多哦！我来过澎湖好多次，然后有好几次的夏天都在好多地方看到有在晒鱼。夏天的时候，他们会刚好是这个洄游性的鱼的季节，所以量会很大。然后以前没有冰箱，所以他们就会用盐腌过、煮熟之后，用晒干的方式保存。所以夏天的时候，经过澎湖的澎南区，就是沿路马路两旁都在晒鱼干。那我们等一下要来做澎湖的传统的一种零嘴。好。这个敲鱼的话，主要是有点像 NG 品，像阿姨他们就会敲2下，就是这样把它骨肉分离。我很喜欢边敲边吃，所以我就敲的比较慢，所以产量就比较少。对。嘉龙，刚刚我们敲完了，这时候现在看起来这个 setting 是要做什么？所以要做澎湖他们传统的一个料理叫导游藤，就是把这些爆香之后加酱油跟糖，然后再把鱼干拿下去炒。很直白的那个，很直白的菜名。哇，没有，你可以完全那个指使我。那客人从自己这样手敲，然后到吃，对，你觉得他们最多的回馈？应该是就是刚敲好吃是一个味道，煮好再吃又是另一个味道。平常其实我们会帮大家都切好，但是在那个厨师面前我们不好意思。大家切的超漂亮，我们切的可能就会很随意。对。对啊，好厉害哦！是近距离的看。哎，被你发现了啊！哎呀，拍谁？先爆香，就是会这一把就好。好，我就怕这样就可以，因为火没有很那个，或者颜色很漂亮。这个就是酱色就好，就不用太多，那就一圈这样就好。你要吸的香气。再弄一点点。那哦，对，澎湖人也是这样。好，那就炒。这样炒。不要炒，就欢一欢。欢一欢就好了。那最后放个葱进去，啊。那炒的颜色很漂亮哎。哦，真的啊。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如果你们喜欢吃咸的花生，放一点点下去更香。可是这样你们会一直胖，不行。嘉龙，香的，来吃吃看。好。看及不及格。看起来就超好吃。就是那种甜香的。对。糖加比较多的时候，真的口感我觉得比较好。我小时候其实很惧怕海鲜，因为就会觉得它的腥味很重，土味很重。但是真的是来澎湖的时候才学习怎么吃海，对，甚至有些就是直接的水煮或清蒸，没有任何调味，可是却吃得到任何的食物的鲜美。那这个经过阳光的日晒，我觉得有那种很像客家的那种梅干菜啊，那种感觉，就是它经过时间，经过大自然太阳的风味，把味道加在这个食材里面。我们好像真的把这种澎湖的太阳吃进去，也在晒鱼场吃特别有味道。嘉龙，那你来这边多久了？来这边今年第5年。第5年。最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从事渔业，对鱼也没有很熟。但第1年
还在学习的时候，就会遇到那种自我怀疑，就是我凭什么教澎湖人认鱼跟吃鱼？但还好伙伴都很厉害，他们很多在地的澎湖人，或是甚至有渔民。像这个是以前的小朋友他们下课一定要做的事情，敲鱼竿，回家就是要帮忙贴补家用啊，赚零用钱。但是现在没有了。所以其实你扮演的角色也蛮关键，好像把快要不见的东西留下了。蛮意外的。我觉得是一个外地人的角色，特别可以去发现这些很珍贵的东西，因为他们太习以为常了。那两个人怎么搞啊？他就不想这么干。那上面没有人。现在就是船出海之后，主要是出去放网。砍钩的这个渔法，它其实就是很近岸。等一下我们拉的时候，主要也是拉绳子，所以它其实有一根绳子是已经绑在岸上，然后它现在边出去是边放绳子。片古是澎湖最传统的渔法，是细水呢都系红南苗。挑白而出动贵重人，用人力去将鱼苗来送来，然下加用了判情，将传统做鱼嘅嘅方式转做高粱体验，本来了嘅人热气呼叫，来个鱼出名义嘅。好，要准备开始要那个预备，所以所有的人就分成两边。靠各位的实力了！众将士，众志成城啊，胜败在此一举啊！对，像阿咪这样。都会赢吗？会吗？我们是远远看到。这我不知道。那就跟抽乐透一样啊。很累，觉得早上4点起来，现在在安排这简直就要去往生了，然后跟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标配，哇，很大。那跟你们介绍一下哦，那个我们叫偶龟哈，这个呢之前有那个实验所药拿去做研究，这个呢是有毒是不能吃的，但是啊它的刺就比较细比较短。今天的东西比较少，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多样一点。小朋友不要模仿，此处有练过。哇！小黑老师，请问一下，那现在这样的渔获量跟以前的差异有多少？差哦，你想想看，一箩筐跟3条鱼，你觉得差在哪？好啊，这捕鱼本来就是运气的啦，没有办法估量说我今天要抓多少就抓多少啊。这么努力捕鱼了，结果捕上来不够大家1人分1只。以前是1人分1斤啊，现在是1人分不到1只。哦，这是现在我们海洋的现况。就是它是卵胎生的。是系海洋资源按少咧，建古掠项技术已经冇万人爱做咧。自家做过场地，也唔单像系冇学识嘅生梦，很卡了解大海掠下用嘅冇奈何老转型。像以前我们村庄啊，砍钩的非常多，那为了现在只剩下我们2、3家，你为什么要做这么辛苦又这么累，然后收入又不高的工作？为什么？啊，是不是这个工作是不是自然就会被自然淘汰掉？自然淘汰掉，因为这毕竟是祖传的事业啊。幼稚园就开始做这个啊，如果送断在我手中，感觉不是那么好啊。就是可能，但是也到我这一代，
也就结束了。我知道开戏一年是当下人的事情，天顶家用心安排嘅15体验课程，天芒港到团舞，看点胖虎嘅5面，度冇同样嘅时间，又冇同样嘅文化，将你哋过下去。我联络到一家校长儿，佢对新作许多胖虎落场有10个年嘞。做得带领我很下认识5面嘅工作。嗨，子阳。嗨，欢迎来到澎湖的菜园哦。你系嘛个？你系错不容易做的饼啊。哦，饼，这是千丝饼干，嘿吗？对，千丝饼干，嘿，这都我自己做的。这个吃起来其实跟感觉不太一样，不知道是澎湖太热了，感觉比较软。对，它比较软一点。嗯，很难得在澎湖吃到这，我以为会吃到海鲜。等下哈，按台语看有蛮澎湖人哦，有蛮那个藕后怎么把它剥开来？哦，剥藕，剥藕，嘿。因为菜园哈是整个澎湖养殖牡蛎最多的地方，所以我带你来看菜园的话，一定要看我们养殖的牡蛎。对，那我们几乎绝大部分的村民都是在做这个行业。好，大哥，这有什么秘诀吗？有什么要诀？看你做的超快的。你要从这中间它连接缝的地方把它拨开。哦，好厉害！那这样有及格吗？没有。这一个小，这才一个小的。那子阳，你也是第一次做吗？对，我也是第一次背哦。澎湖人其实很热情啊，就是像我们这种村子，就是你过来跟他认识，他们都不会拒绝。然后久了之后就像朋友一样。所以子阳，你为什么当初会在菜园这边？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他是在菜园，他菜园人，然后他那时候刚好要回来做社区营造，对，然后我就跟着他过来一起做这样，然后一做就做了10几年。我觉得我们讲说澎湖的土地会黏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黏在这里就不回去了。在台湾的时候都是讲客家话，讲哈洞里话呀，他来这里讲客家话，大家听不懂啊，所以就慢慢的要去学习，而且澎湖的闽南语跟台湾的闽南语又不一样，慢慢的去学习，然后现在开始也慢慢的快记不起来怎么讲客家话，因为讲太多闽南话。我自己是刚刚像那个大哥跟我讲说，要分辨，要看它的纹理，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这个要有点经验，他们的工其实很辛苦啊，就是这个剥藕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我每次带朋友来体验，我都会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回台湾之后，不要再跟那个卖蚵仔的人杀价了，看他们多辛苦。对，的确。只用枪条带人有行，20才第3日，明准30岁概念，老朋友跳一摆去澎湖了，前3日是唔想离开了这岛嘞。当季节是睇台湾的条路，买睇台湾的屋，来到极岛做澎湖人，还是可以看日式舒适点。我相信佢係一個勇敢冒險的創業人。佢撒講，那時候我才想說，那在澎湖其實也是一個好的選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就是你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生活地點的，你不用管其他的。就是每天你睡醒之後，你就有空就去菜市場看看，去魚市場看看，然後就很輕鬆自在。其實我本來就想要做餐飲業啦。我們那個時候的年代覺得餐飲系是不會念書人才要念的，所以那時候父母就覺得我應該要念更好的系所。那時候所以我那時候念了心理學系。然後後來出社會之後，其實我一開始是做業務的，可是我會覺得說一直靠嘴巴去賺錢，好像沒有一點實質的技能。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說，那我就去
回归到餐饮去做餐饮，至少就是我还能靠我的技艺去赚钱。那我这样虽然不断的在跳每一个地方，但是其实我每跳一个地方增加的就是我的历练跟我的技艺。了后生呢，礼拜一晚就做5名的判切，用其很少的菜青，藤树路村中卖5个掠着，眼尾仲有机会停电出海，看下人工系海洋牧场嘅上面用处。规则胖夫等于有85座球场有效啊，一年做得存8亿元多。还是水较大尾，吃水好的啊。鱼是什么鱼种？这个龙虎斑。龙虎斑。我先试试看。你就那里有空间，你就对准那个空间，哎对，标准的。有几个啦，几个，大部分都喂到外面来了。这个全部是人在吃的。哎呀，这一般是拿来做鱼干吗？还是？对，这边都丢完了，300块就丢完了，还好会膨着呀，钱丢到水里连膨都没有啊。我印象中就是说，像台湾有很多是喂饲料嘛，那你选择是喂鱼。你问到重点了。对。澎湖，养鱼，它的优势就是下杂啊多。下杂鱼多。我们养的方法是从古早流传下来的，大鱼吃小鱼。现在政府有在管制那个人工饲料的品质了，以前都没有在管制了。死猫、死狗、死鸭、死鸡，它全部把它搅一搅，都变混。所以反而就是澎湖的饲养方式更接近说这个鱼在原来它生长的环境。对啊，只是这爱看聊缸工会比较多。对，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养科，政府就辅导我们，恁当罗起鱼啊有没有？就傻的就下去养了。而且养鱼我们光看他在游泳就知道他哪里在痛。真的啊？真的。那这里有人有在痛吗？没有，只是肚子饿。肚子饿。这样你就拉不起来了啦。对，这样就很重了没赖哦。面是大海港中央未系意线，还为捞个蛇身、蛇体冲个掠着。你等一下看那个水里面你刚才说细的就那些身上的一些寄生虫它就是换到淡水里面，然后对，就是这样清洁这样。它刚发生有寄生虫附着的时候，要马上处理。当它开始死的时候，你再处理，那损失就大了啦。那叔叔子阳加入这里，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促销比较方便。怎么说？因为我们大部分我们只会养不会销，不会卖。对。他们也没有空因为他们光养就已经没有时间。那只要他有办法，一年365天都可以卖。因为我们这个是整年都有。你随时要货，随时有。海风只用点点度顺跳，动手讲话，贵如动点情。撒下来几个专业爱送冲嘞。
样，你今日做嘛个？我今日做纸鲍鱼，纸鲍鱼系用要卡一个加那个高丽菜酸。皮迄个给米食冻上下个酸菜哈。它这个冇按咸，你也较咸，它个比较酸，然后没有那么咸。其实从小就喜欢煮啊，那阿公都会煮啊。都会煮。对啊，也有告那样。我在做菜的时候会感觉很快乐。真的。对，我喜欢做菜的感觉。所以这道菜算是你平常常会做的吗？其实这道菜是我们之前试验过要用来做调理包的，做计划，像是社区啊，常常都会有一个环节，就是地方的风味餐。像我们有厨师背景的，就比较容易转换它的元素，去提升它的价值。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其实可能很容易取得某些食材，但是煮他们可能不一定会。然后就是我出现的时候了，所以就是这样就很容易交到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先把鱼放进去汆烫，其实主要是要把它的血水给汆烫出来，那不用到全熟哦。这个糯米椒还有红椒，我是用红椒哦，因为怕说大家有人不吃辣，它颜色比较漂亮。特色高丽菜酸，刷一层揉在它上面，胡椒粉。然后如果我们在家里自己有一些像那个帕西里啊那种香料的话，就可以加一点进去，那会很香。加进去之后，最后我们就把这些菜放在上面，然后加好之后就是要把它包起来。澎湖的鱼虽然好吃，但是因为澎湖因为运费啊，还有就是养殖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成本都比较高。那你如果只卖鱼的话，其实价钱跟台湾贵很多，所以只有用加工的方式增加它的附加价值，才有办法帮我们在地的鱼做更好的销售。对啊，所以我才会想说，刚好我自己又是做吃的，那如果不是做吃的，可能就不会这些事情，刚好会，所以就可以顺便做这些事情。好，我们就把它打开来喽，看看我们今天的成品怎么样。好，哇，这看起来多吃。怎么样？味道可以吗？那高丽菜酸好像也有一种软化肉质的功用，对，很鲜甜，很鲜美。我自己住在比较山区的，就比较少吃海鲜，所以印象中的海鲜都会有一种那种海的味道有时候会有一种腥味。但是在澎湖啊，每次来澎湖吃海鲜，完全就颠覆了在台湾的印象。我们的养殖或是澎湖的鱼都是来自大海的，就是最新鲜、最原始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种味道就是你只要稍微加一点点的盐巴、一点点调味料，就可以展现出它的味道。对啊，所以我喜欢澎湖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么棒的海鲜把我留下来了。只用老爱穷用。好用食物交朋友，食唔但强系食饱甜甜，我哋未用两种方式联络感情。穷下食盘未系打开人脉追加嘅方式，只用系落错丰富嘅后生人当中最攞经验嘅前辈，从头为用料理照顾后长儿，老大家吹点海风打嘴鼓。来就满足了，对，不需要看。我第一次见到本人深入的。然后我还有偶尔会动一下手。要呼吸，没错。赶快去睡觉，孩子，梦里面什么都有。第一次，然后有证照。OK， 好，那等一下我是你们
今天的教练，我叫做玉米，然后等一下还会有另外一个同事跟我们一起下水。现在它有点起雾雾的是正常，因为还没有吐出雾剂。基本日澎湖落水咧，不过冇影响涌流，爱潮只用强下去水，涨地佢唔识搞过水，当然咪唔识去面水。OK。耳膜会有点鼓动，但是因为你现在在水里面，所以它凉凉的。其实我拿到装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就是我不应该来的，就是我应该在岸上看你们的，我不应该在水里的。对啊，奇怪，也不是美女啊，如果美女还有话说，对不对？哎，奇怪，我跟一个我们络腮胡的大哥一起下去，哎，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就这样生死状都签了，我也不可能反悔啊。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蛮想跟教练说，就教练教的那个时候是上去，我觉得我不想在水上再待着了。结果后来开始潜下去之后，其实我的人生跑马灯大概就已经开始准备要响起了。真的下潜到底下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其实好像我可以适应这件事情，忘记就是我害怕这件事情。对啊，是人生的第一个，也是一大突破啦。嗨，玉米。Hello， 佩德。在做什么？我在做伞绳，我在做我的那个蛙鞋套带。一款上面用切嘅日，天数爱到水下洋洋嘅细妹玉米，系两滩来澎湖嘅行人。老家用只用冇强用嘅系，其实撇出暂为来澎湖工作。做水航发通嘅教练，人细扎，喊族地大灯抬起两倍嘅爱，渡水带抽来抽去。玉米啊，就是那一天你带我去潜水的时候，就看到你那种专业的那一面。虽然我潜了几次啊，但是都是体验潜水，对，就会很有安全感。你是本来就会游泳吗？本来就会潜水吗？没有，我小时候其实是旱鸭子，因为其实台湾的虽然我们是海岛国家，但其实小时候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说海边很危险，河川很危险，我们不要去海边，不要去玩水。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于海洋这件事情不够了解。我本身水性不好，虽然我现在讲这件事情可能没有人要相信。那后来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老板也喜欢玩水，所以他也带员工去玩水。我不知道是海洋有负离子，会让人家觉得心情愉快，或者是什么。会选择再回来澎湖，是因为澎湖离海很近。我真的蛮喜欢，就是接触海的这件事情。立式划桨，之前 TED 有玩过吗？没有，今天是初体验，第一次。SUP 它其实是 Stand Up Paddle 这3个英文字母的缩写。那 Paddle 它是什么 ？Paddle 是桨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主要站的地方会是这中间，因为它是整个板最宽大的地方。感觉前面拉滑过去那边了。来了。
海的场地都开放，又规模简单，上爱去到踩都难。景点落水係嗌 SUP 嘅主題啊！刚刚真的经历了种种的阻碍，摇滚区，对，各种风浪都会有，这就是大海。大海都在教我们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也是因为我接触大海之后，对我自己的人生观，或者是我在遇到事情或遇到挫折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思考。我就觉得没这么难过，因为你看大海，大自然就这样，或是像起风，前几天可能有台风、外围环流，那个海浪就这样，就是不适合下水。那大自然有它的选择，那我们人类遇到的这些课题或是难题，其实相对之下没这么难。那玉米，你现在在澎湖待了多久？我在澎湖目前已经是第2个夏天了。第2个夏天。对，第2个夏天。那接下来你的人生规划还是一样在澎湖吗？还是已经有其他规划？接下来我有想要去其他地方，而且我想要结婚，所以接下来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对，还在计划当中这样子。但是我真的很珍惜每一个可以在海边的时候，像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拿着沙滩巾，或是划着 SUP 在海上定锚，然后就是载浮载沉这样，很安静，在海上只有海浪的声音这样子，真的很喜欢在海边的生活。为离开澎湖之前，我今晚为做了你来玩陪聊到好朋友。北新市场都嘅景挂面后，本爱有想法，澎湖往浦动听，搭配刺刺嘅海山，看起来简单嘅面食，食起来像系食到澎湖嘅澎湃用呢。后面水嘅热量冇培养，是系食材体。然后33年看起来好像不相关，但是实际的相处这几天来，发现其实还蛮多的同义处，都从台湾来，然后都很会写计划，然后都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很难让人家分别，他们不是澎湖人，有不同的样子。然后把应该走聊出来。其实概念就是一艘船在夕阳的状况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像是看天吃饭。两百用的3个很主要的食材，针对3个人，一个是子阳的石斑鱼，然后一个是嘉隆的鱼干，然后一个是澎湖产的南瓜，代表玉米。子阳的石斑鱼，他一直强调说他的石斑鱼都是只要你知道原味，只要清蒸。那我很想要破坏他的想法，如同他这一次共同参与节目拍摄的时候，有很多的第一次，即便他来了澎湖10几年，还是很多事没尝过。然后嘉隆的鱼干，我觉得我一开始用在炖煮上面，让高丽菜有鱼干的风味，嘉隆就好像很实际的浸泡在这个澎湖海水里面，不管他在带我导览啊，不管他带我去晒渔场啊，其实他都已经非常专业，甚至比当地人还知道每一种鱼的不同。玉米的话，我用澎湖的南瓜代表它。我们对澎湖的农业一直都很陌生，可是澎湖的农作物，尤其是瓜类非常特别。然后南瓜在这个土地上去吸取这个土地上的养分，我觉得跟玉米很像。你就好像随风飘到一个地方，吸取这个养分，长成这里的样子。那我觉得这3个澎湖的物产
然后代表他们再用台湾的高丽菜叶把它们包起来，然后吃的方式是需要切开切一半，你才能够看到内馅。我觉得他们3个人都有一种澎湖的心，这种心可能是他们在做品牌的心。第一个是有新的思维，甚至他们带领当地人走出去一个新的方向。其实这个菜也很完整的心，是他用一个传统的东西去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如同他们在做的事一样。来澎湖已经好多次了，那我觉得澎湖不管人，不管他们的背景，其实很多人家里都有一艘船。我觉得你们3个人做的事也跟坐在一艘船上那种感觉很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牌，每个人都有自己给自己的一些使命。是我刚刚有喝到海水吗？就是它有一种就是海水的那个味道在外面的感觉，然后在里面是就是南瓜，就是咬到那个南瓜的那个南瓜泥的那个。外面的那个高丽菜，它其实是台湾的高丽菜，也代表你们3个人都是从台湾来。然后，但是这个高丽菜用了那个湿粒，我们那个鱼干自己亲手打的鱼干去熬，先去煮它，让它有一点海水的味道。对。就是海水，就是海水的味道。对，就有点海水，也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上面这个寿司它的辣味嘛，就会带出底下它那个南瓜泥的甜味，鱼肉的鲜味跟那个南瓜泥又搭配得很好，然后但是又不会说因为那个辣味把那个鱼肉的鲜味压下去。对，然后而且它高丽菜酸的甜味刚好也把它综合在一起。对，所以味道非常棒。我会再选择澎湖。其实我去年就已经在澎湖待过1年，那其实原本今年也可能不会回来。那我在生活跟喜欢当中，我喜欢把它 mix 在一起，所以我就又回到澎湖。对，所以不会是其他地方，我也没有选择就是留在原本我长大的地方桃园或者是其他地方。我第一次来澎湖是来面试，然后我记得就是下飞机，然后搭那个计程车啊，一个转弯就看到海，就有一种好喜欢这里的感觉哦。不知道从在这边待久，就会有一种，就是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跟你说，就是这里了，就你就会很确定这里就是你想要一直生活下去的地方。我觉得我反而在澎湖更喜欢的是冬天，对，然后。他们都说，就会跟我说，哦，如果你经过这么强的东北季风，然后还愿意留下来，这就是真爱了。因为这个风真的吹不走，吹不走，很可怕。对。毕竟我在这边已经10几年了啊，所以我自己如果以现在来讲，我留在澎湖的目标的话，当然是能够安身立命啊。当然是我们又讲到了，如果可以结婚生子，在这边买房子继续住下去是最好的啊。我能够把我过去的不管是失败的经验或是成功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然后甚至是能够帮助这些渔民能够贩售得更好，都是我觉得我能够让他们眼中或是我自己眼中看到我自己的价值。百里昌爱种一条山夫，山夫带五个岛来，未带来人客，丰富了人生两重的风景。大海年年有五，恩里年年有一。
李行行而繼續下去，下一站我去哪呢？會拄到娘班的年輕，娘班的故事。我係睇的，我老李行變咗一片菜。